现在你所看的是中嘉新闻。为了要互听力障碍人士会当透过电话甲对方沟通，也佮有视力障碍人士出外会当得到行动导引的服务，全家安心公司成功研发出一套软体，想要因将软体甲现款捐赠予社会联合会以及中华视障联盟。最近有没有打过流感疫苗？一般听力障碍朋友，如果要甲毋捌手语的人沟通，会当讲是一个大难题。台民保金董事长，也是全家安心董事长，捐赠一套创新高科技的系统平台甲 APP 的服务，互社会联合会，也有中华视障联盟运用这套系统，结合专业客服人员、影音互动，甲专业的引导。解决日常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代志。26号，台民保金的董事长甲中华民国社会联合会共同签署合约，并且致敬感谢状，感谢台民保金的诚心。全家安心股份有限公司捐赠随意通、世界通，帮助了听障以及视障的人士远端的手语翻译以及行动导引的 APP 专业服务。那这一套视讯的客服系统以及手机的 APP 是台湾首家运用即时的影像互动的技术，那结合客服手语人员的一个专业，然后让没有办法以言语来表达的听障人士，透过远端的手语翻译以及专业指引的一个 APP 服务，并且打电话给需要联络的人。听障同胞他平常在生活上面我们都通过保险可以做很多东西，在事后的补偿或保障啊。但是在平常的生活上面的安全呢，谁来照顾他们？不方便之后谁来照顾他们？我们或许我们可以一些见证来照顾这些弱势团体，但是如果一个生命的维护在碰到危急的时候，能够透过我们这个随意通或者视线通的时候，能够给一个完整而且及时的沟通，而且能够给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救助者。同时，台湾产物保险文教基金会、台民保金，也有远传电信，也率先捐赠2会，总共30万，希望会当抛砖引玉，带头示范，互这2个全球首创的 APP 服务，会当被更加侪企业、甲个人看到甲认同，希望会当找到长期发展的经费甲相关的资源，协助推广这项服务，造福更加侪视障朋友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